情迷軟雪糕大賽正式開始。點解啲雪糕原材料個個都咁新鮮咁衛生嘅？全靠啲雪櫃將佢哋存放喺適當嘅溫度，抑制微生物嘅生長，減低食物變壞嘅情況。呢個就係冷凍之手嘅威力啊！點算好啊？啲病菌同微生物喺後面嚟緊啦！唔得啦，用破病轉身，有個去消毒機度啦。你哋喺度做緊咩啊？呢招叫做以 Clean Q， 所有接觸食材嘅用具都要徹底清洗同埋消毒，先至叫做有正確嘅技術。我都要試下。